呢段影片我哋會講講詩三首裏面王維嘅山居秋暝。我哋先了解下呢一首詩嘅背景。首先，呢一首詩係王維喺輞川別墅過住半官半隱嘅生活時候寫嘅，因此裏面主要係關於山林嘅生活。唔好再寫係佢對山林生活嘅嚮往，因為當時佢已經處於山林生活之中，所以用喜愛、熱愛等等嘅用詞會比較準確。其次係呢一首詩嘅格律，呢一首詩係一首五言律詩，所以每句五字，總共8句。佢嘅韻腳係後、秋、留、周、留5個，而同時佢嘅頷聯、頸聯都係對偶嘅。然後我哋去了解一下呢首詩嘅主旨。呢首詩主要運用嘅手法係借景抒情，所以我哋要掌握佢嘅主旨，就要揾出佢主要寫嘅係乜嘢景物，抒發嘅係乜嘢情感。景物方面，佢借住描寫秋天黃昏嘅山林景色以及田園生活嘅情態，嚟到營造出一個幽靜閒適、生機處處嘅氣氛，由此嚟到抒發佢對於田園生活嘅喜愛，對於官場生活嘅厭惡。呢兩種情感係一組嘅，佢哋互為表裏，因此需要兩個一齊記住，而同時仲可以補上佢悠閒平靜嘅心境。掌握咗佢嘅主旨之後，我哋嚟到手法嘅分析。除咗借景抒情嘅大手法之外，佢裡面運用咗唔同嘅景物描寫技巧同埋抒情技巧。我哋而家先睇下景物嘅方面。首先，詩歌運用咗多感官描寫。空山生雨後，天氣晚來秋，形容雨後清涼嘅感覺，呢個係觸覺描寫。其後明月、清泉、竹林、蓮花、浣女、漁舟等等嘅景色，都係運用咗視覺同埋聽覺描寫。除咗多感官描寫之外，另外一個主要嘅手法係對比同埋襯托。同學可能仍然疑惑，到底對比同襯托有啲乜嘢分別呢？再講一次。對比指緊嘅係兩個都係主角，而襯托係以一個配角嚟突顯另一個主角。咁喺詩歌裏面又如何運用咗對比同埋襯托呢？首先，第一個比較次要嘅對比係光暗嘅對比。呢一個對比集中咗喺明月松間照一句。明月係一個光亮皎潔嘅月色，而蒼松通常係一個比較沉鬱深色嘅畫面，因此呢度形成咗一光一暗、一白一黑嘅對比。然後就係比較複雜嘅動靜對比。同學可以留意，靜係成首詩歌嘅主角，所以呢一度我哋會話以動襯靜就會比較恰切。我哋先講講句內嘅襯托。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一組，我哋可以見到明月松間照係一個相對靜態嘅畫面，而清泉石上流，泉水嘅流動係動態嘅，因此佢咁樣就係以泉水流動嘅一個輕微嘅動態嚟到放咗喺一個安靜嘅畫面之中，因此係以動襯靜。再嚟就係下一句。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同學會發現，竹喧、浣女、蓮花嘅搖動、漁舟順流而下，全部都係動態。同學可能會疑惑，全部都喐嘅，點解都係以動襯靜呢？但係其實呢度嘅靜態係佢背後田園生活嗰一個寧靜悠閒嘅氣氛，因此佢仍然係以人物同埋植物嘅動態嚟到突顯寧靜嘅整體氣氛。除咗句內嘅以動襯靜，喺整首詩歌嘅結構上，我哋會明顯見到頭4句係比較靜態嘅，而去到竹喧歸浣女一句呢，就顯得整體都比較動態，因此佢喺結構上亦都係動靜嘅對比。但係點解我哋喺呢一首詩歌裏面要咁強調以動襯靜呢？呢度襯托嘅手法有2個主要目的。第一，通過襯托可以令到寧靜嘅氣氛更加突出、更加立體。第二，佢亦都避免咗成首詩歌流於一個死寂嘅畫面，而令到我哋有一個生機處處嘅充滿田園生活氣息嘅感覺。講完景物，我哋就嚟到情感啦。
呢一首詩嘅頭6句都係寫景為主，情感自然咁樣融入咗景物之中，而比較直接咁抒情嘅會係最後嘅一組句子：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佢運用嘅抒情手法係反用典故。首先，佢嘅典故嚟自屈原《招隱士》裡面嘅2句：王孫猶係不歸，春草新係萋萋。王孫係歸來，山中係不可久留。王孫本來指嘅係隱士、游子，而喺呢度王維指緊嘅當然係佢自己。我哋先了解下屈原本身原句嘅意思。佢嘅意思係秋天已經嚟到啦，山裡面嘅一啲草木已經凋零，唔再係值得留戀嘅美好景色，因此隱居嘅人都快啲返嚟啦。但係王維嘅反用典故就係佢嘗試去回答屈原呢句子，並且拒絕佢歸來嘅邀請。佢嘅意思係，即使春天嘅草木都已經枯萎凋謝，但係我自然可以留喺呢度。佢留喺呢度嘅原因並唔係因為景物嘅優美，而係出自佢對於山林嘅生活，無論季節、無論時間嘅喜愛。所以就帶出咗佢對於山林生活嘅熱愛，以及佢唔願意歸去官場嘅一個厭惡嘅情感。完成咗詩歌嘅背景、主旨同埋手法之後，我哋可以簡單講講佢嘅結構。呢一首詩只有8句，結構非常之簡單。頭2句嘅主要作用係交代背景以及渲染整體嘅氣氛。中間第2聯講嘅係靜態嘅景物，亦都係集中於山林嘅自然景色。去到第3組係動態嘅景物，講嘅係田園嘅生活。最尾一組係一個總結，概括佢成首詩歌裡面所抒發嘅情感。因此，我哋見到成首詩仍然係有條不紊咁樣層層深入嘅。